亲家。等等，你叫我什么？小徒翠山娶令媛为妻，武当天鹰不是姻亲又是什么？哼，自是姻亲就不该放纵那些自认侠义之辈，害死我女。张三丰，还我女儿！白眉鹰王大概是假酒喝多了，敢和张三丰动手，一套鹰爪擒拿手却被太极圆转完美反制。鹰王想绕后偷袭，又被张三丰当成球耍，在空中盘了好几圈，像个小陀螺一样被扔回地面。白眉鹰王年近80，对各派武功路数了如指掌。方才张真人这套拳法却是闻所未闻，但张三丰无意在与鹰王争论，只遗憾当时事发突然来不及救下翠山和素素。既然天鹰教与武当都是受害者，何不共同罢手，为张翠山夫妇洗冤？有了刚才的交手经历，鹰王对张真人的提议十分赞同，但表示想接走外孙张无忌。张真人无奈表示无忌已不在武当，随后轻声告诉鹰王无忌去蝴蝶谷疗伤了。张真人为了治好无忌的病，带着无忌远赴嵩山少林，愿以武当九阳功换取少林九阳功，看看能不能凑出完整的九阳真经，驱除无忌体内的寒毒。谁知空门大师闭门不见，张真人只能带着无忌返回武当。这日两人来到汉水边，恰逢常遇春被6扇门高手追杀。张真人以绝世神功将4位高手带到数十米外，随后爆发恐怖内力，将几人打倒。老道士，有种留下名号。当张三丰。4人听到张三丰名号，吓得掉头就跑，却白白害死了无辜的传家，留下一名叫周芷若的幼女。常遇春是明教人士，认识蝶谷医仙胡青牛，恰好无忌与明教也算有些渊源，于是常遇春带着无忌去蝴蝶谷求医，张真人则带着周芷若先回武当。分别之时，芷若还给了无忌一张手帕。师公保重。